你爸爸哦。其实我刚刚有。对啊，超像，而且连衣服你爸爸有吧？看小戴师傅这样一定是一个好爸爸。好阿公呢？好阿公。我没办法接话。红队光是工欲善其事的部分先讲一版呢，你稍稍看一下。来的。哎，来看。我觉得太热了。扇风下，哎呀，站直的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说我太热，我是说这个。好。太焦。其实 Q 丝啊，对，它是可以预防血栓。然后，来，整罐送我。你还有没有避免武器嘞？干贝长三香，这咋说哎？我发现你有把这个价钱的部分用音量大小来呈现。干贝小鱼干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係民族，係裝白票。今日當歡喜過來到嘅頭上吼，喺到宜蘭也到尾嘅，其實呢，我呀真頭前呢，對面哦，除了呢個高甜甜嘅山以外，就喺頭上也到尾嘅當有名嘅太海里嘅太安廟哦。今年呢，太安廟呢過100歲嘅，哇，105年嘅哦，9月份嘅時節會有動態嘅遊行，我睇就會到也特別做鬧嘢，動鬧棒啊！動鬧。而家講到嘅台海嘅台灣哦，你睇主要擺係故宮三坊，呢三坊係哪三坊咧？有劉府嘅台灣宮、日府嘅二坊宮，還有應府嘅三坊宮。唐宮哦係從南宋開始哦，他那個皇帝冊封親自冊封的哦。歷史很好哦。漢族的啦，韓國吼呢一片廟啊，佢主要擺係二節。2節呢訓練出來咧，第8度除了就改下小嘅三峰之外，還有擺媽祖啊、三官台梯啊、水仙尊峰、八公基調。剛講到一個水仙尊峰呢，當重要，有你沒有人叫到水仙也係海神，而啲講挖海嘅人挖海識海嘛，一特別青島青河道嘅討海人就會。求下嘅水仙尊峰呢，做得來保佑呢航行嘅路上當中，做得一路平安。係啊，所以今天要帶啲用嘅心情和虔誠，就是保佑所有來賓都會順順利利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菜梯，不是菜梯，菜梯，劍係菜梯啦。來分享到嘅係小戴師傅。好，文軒。小戴師傅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青牛鳳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鳳翠嘅來自就係嘅兩姊妹哦，分享到嘅係袁玉芝、劉小蓮子分享，來。哇，你有木匠嘅凍貼片哦，感情很好誒，一天愛嘅，親姊妹嘛，親姊妹。其實唔係啦，喺入面係用到親近種。啊，係，好，那你也可以牽他手就不會。可以啦，那看見他的手指甲比你還誇張呢。對啊，排泄啦，真嘅呢，像美人魚。等下慢慢來大嘴鼓，先來看一下攬嘴嘅一片，記得係來自5屆嘅龍宮坡李玉秀、林建祥。好，哇呀，建祥哥好像你爸爸哦。其實我剛剛有。對啊，超像，而且連衣服你爸爸有吧？跟小鐘未？好了，呢一片係類似。就係報一個私房景點，好不好？喺出門其實最少記住講龍潭湖，萬內行你就唔是少講，生意呢會跌到一萬解。再過來就講倆嘅季節差唔多5月、6月、7月有嘅那個古魚回流。所以你仆人你看嘅古魚，出廠嘢你講嘅鮭魚要回流。嗰種嘅米絲咁唔係都討厭嘅龍潭哦？沒有，都就係嘅龍潭。五節你睇素材就買貼片素材做啲老大家推薦嘛。嗰啲傳統藝術中心，所有傳統技藝啊，蘇州遊行啊，然後最推薦的檔期不一樣，冇同樣啊，他們都頒獎嘅就會推出一樣冇同樣的檔期啊，那個全部都係後生人啊，我在表演啊，就是當放鬆嘅心情去給他們聊啊。所以古時候你係客人，我係客家人，我苗栗人。哇！年宜蘭當到苗栗客家人呢？係家哥嚟係嘛？係啊，我先生係菜地嘅五節人啊。幾位講下嘛？一點。我們有一個任務。客家西咯，對，客家西咯。今個年貨哈，唔但場比賽聽聽哦，因為兩三名客家人要變做客家人。對，建祥跟雲玉，等下我吃眼的工作客家話。好，透過接吻的方式。我們幾個一起加油一下啊！好，來，加油！好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
下色变好菜，两嘴用剪刀塞头部嘅方式，轮蛋托变上地度嘅食材，撒点爱啲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做出无穷样嘅变化。先来两嘴会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来吃好菜咯。呀呢，来到宜兰啊，就其他讲有菜贴料理啦。抱歉，嘿该不会我要再许愿一次了吧？哦，来不应新年。有啥饼？冇。唔过，观众朋友，今日嘅变相东宜兰，啥啥真劲哦！东宜兰来看一下，多宜多兰了哈。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宜兰的冬季吗？鸭嗓而已。有啦，好啊，先来小解大家好冇？鸭嗓的部分哦，其實實際上係宜蘭嘅時補自覺。我講鴨嗓哦係因為頭擺嘅生發下苦啊，物資下缺乏，所以頭擺嘅哦係用鴨嗓來做登錄，所以有點像犒賞你，所以按到鴨嗓。係啊，啊，還有啲雞絲麵，還有啲係竹筍啊，豆腐乾、米蔥。你係河粉及台片嘅貴片嘅，再講咧你係雞蛋白丁哦，它不會咧爆竹筍，來這個是什麼？大家都睇一下。你係宜蘭，你特別係廿時就聽我點嘅就係脯肉。脯肉啊！你看脯肉怎麼個按到脯咧？因為叫 hollow boil 哦，就是炸這個字，脯就是脯。哦，所以以後就咪按到脯肉，一就用豬里脊啊、狗粉啊來鋪啊用凍好選。哦，然後下背就係嗆椒。嗆椒，來，呀下呢，大家都看清楚咧。最主要行喺料理嘟嘟，我有創意，不過創意樣出來呢，先來進行小組討論。姐姐，而家就想拿乜解？來上愛拿古老肉，青椒用薑炒，青草，可以。然後呢？按米蔥啊，然後鴨嗓，先拿鴨嗓，再拿米蔥，你就兩個搭配，有主食跟小菜。半條呀，對，半條也可以一類用捲的，像弄捲的，這個失敗率好高。哦，係啦。那我們就挑戰他。你敢挑戰嗎？看這個，看這個。有冇廚師幫我？好的哦。好，那還有嘞？重要的先拿。對，重要的先拿，菜不用那麼快拿。好，來集氣一下哈，來，加油！好。包鴨嗓啊，那個玉米筍，好，包雪筍，挑乾哦，挑乾，好，對，那就使用啊，好，有肉有菜，先選河粉跟鴨嗓，好，對，來，小bun來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係啊，兩次都有勝法嘍，不過最主要呢，運氣也是很重要的。先來猜拳，第一棒請出來，來秀玲姐先當第一棒。好，因為排出嘅係 F4係一家之主，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 ，yes！ 來，秀玲姐，這樣示範就對了。聽你講意思。戰鬥啦，哈。我拿一個粉嘛，粉。我拿粉蟲，確定？會兩個主食哦。唔怕。好，近一點，好。你要玩玉秀姐來選。你走得到博千狗。玉秀姐，這個壞掉了。唔會談幾講。我幫你拿啦，你要什麼？半條呀。那。你這樣會跟我手牽手？我應該去休息，不用客了。你看那麼改，一樣就好，另外一個雞拳哈。因為鴨嗓在你們那邊呢。不是，還有任何一個啊？脯肉哦，沒了，可以跟我炒啊。你都沒有脯肉哦，那這樣手牽手呢？好惡心，鴨嗓。好，按時，好。耶！好，來第二棒，請猜拳。好，王毅猜拳，自己剪刀石頭布。哎，太晚。Yes！ 拿兩個。青椒來拿起來。猛向後哈。向後嘅。長洲嘅係乜嘅？長洲阿哥還有一項係挑杆。唔會啦。來挑棍嘅。好。來，王毅，好了。你看人家不用怎麼改哦？按一手，好。要什麼？竹筍啊，好。竹筍好了，竹筍了，有味道。還可以選一個。再挖一個。三選一。可以了。可以，青椒。好，來，哪裡有扭蛋？扭蛋呢？好，扭蛋。我對了。來，集氣一下。先來問看那風吹哦，雲玉姐、秀玲姐哈，今天要來比賽，一定要贏啦哈！點樣呢？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來談看一下，攬出嚟一片兩公婆記錄，有信心嗎？有。
加油！好，兩次都準備好勢，馬上來進行今日嘅比賽咯。好，拿一個鴨餸當主食材，最終的代表你來。我們的菜想要怎麼樣來發揮呢？因為阿姊吼請要做鴨餸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他是賢妻良母。我以為夾不開有賣鴨餸。激動有心呢，你要切絲呢。對啊，就連今天那道比較簡單。南投桂心香，哎呦，很少遇到桂香哎。對桂心。因為幾桂心嘅咩桂香哦。桂心，咁你可以加高來嗎？加高來30年。哇！我覺得太熱了。扇風一下，哎呀，扇子的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說我太熱，我是說這個會太焦。我天底下的美食還是誰的最好吃？老婆的最好吃。有回答正確。因為你是人老公的呀。因為家攏都推崇這條路嘛吼，那最快的嘛是按子說。啊，這條路就無拄好就加過嚟。無拄好。跟老原有姊嘅感情當好呢？當好，因為佢吼，我老阿姊吼，係本面係因為我同家妹係我同事咧，啊我用啥係因為安尼是，當地講佢係我老公呢片嘅親戚。哦，哎有耶！而且番茄醬有冇查到薑啊？其實吼，我調了薑啊。係因為吼，青島人係食材開始，啊，我做了薑，冇食蒜頭嘅人。比如講啦，我即家咩冇青好食蒜頭，我一燙，謝謝，係什麼？再也不會醬啦，就會變成較素食嘅概念。係啊，就公園嘅呢食啲米絲啦，個人嘅口味啦。味就梅咧，啊，佢做嘅人較會用香油，啊，唔過啲蝦人吼，盡量都講。以為香油，因為唔係講幾個來源啊，啊就變到講以為人就較好講用安尼改變。還有糖，哦，看起來幾兩沙東圍住啦，係啦，唔少啦，係啊，你們那邊也很厲害，來，哇！兩公婆老實講，係咪提咗擺強下煮菜呢？係哦，不可能湊半年長結婚吧？平常村莊較無限啊。啊，根本嘅，係啊，我做埋個料理呢，因為我朋友都聽到。要用個素炒河粉。素炒香炒河粉。冇有㗎？有啊，香炒，本來想過冇用啊，結果看到有用。那可以給我們呢？客家板條啦，客家板條，但是要唔係客家板條，客家宜蘭嘅板條。板條宜蘭板條。河粉啊，河內板條。河粉，咁水要做乜㗎？我燙。所以要燙嘅板條。做得燙咯，吼。好。你做啲先讓你冰落去。好。啊粉到底係粉係簡單改片係冇？啊，建祥哥，我看佢切東西哦，cái豆那都凍好誒，就代表說家裡其實主要對，伊來負責來煮啊。有啊。咁燙嘅下時候咧，冇成日燙爛啊。啊，就直接。我來幫你手夠力嗎？好，阿姨做得炒咧，做得炒哈。做得咯。有啦哦。好，讓我包上哈。好。哎，有沒有人誇獎一下我們建祥哥切的蛋白丁啊？有。剛剛沒有切太老肉啊。肉啊。像切個斜刀。好，衝兩斜刀。哎，你會講誒？他剛講挨地。哦，一句回咧。有回啦咯。建祥哥，切係搞死啊！我剛有好咧。我覺得太熱了。剛好降溫啦，帥。扇風一下，哎呀，扇子的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說我太熱，我是說這個會太焦。好啦，我們等下個頭再來。好，緩和一下。啲兩沙凍定影下。哎，做乜嘅欠蓋啊？應該講幾多唔會熟啊？滑刀麼？唔使問我，我點解當做我點解要切做像煙囱嘅你模式？哦。天哪，我覺得那個東後色的鴨掌弄那個涼拌，哎，我們可以試吃看看嗎？可以啊，可以試吃的嗎？你客家人清太房係錯。我來看看。有冇有吃看啊？冇咧，碰咧冇好食的呢。等下那啲很好食嘅，係啊，不過知了啦，導播講了。做點好，真的很好。我不信，我真的不信。
你给我看看。没关系，待会再给你。莫啦，莫，我们去那边吃，我们去那边吃，我们两个去那边吃。掉下来了。等下你喊我耶，我们等。鴨腸哦，佢本身就梅，然後加上麻油整個香，然後那個青椒有點去油解膩。你要火愛太合太哦。哦，嘿哦，你要重新低溫烹調呢。基本上它在保溫。嘿，我咱倆滴袂都袂係冷嘅哦。哎，姜你滴袂都冇燒。哎，我做改良嘛吼。改良做得。將手安尼好冇？好，外邊，唔通，我幫你用。哦，唔好緊油，等下當便面唔通。撈見便面啦。唔好見便面。差啦，因為而家米腸啲會本身是要其實哦，佢就將安尼嘅冇炒嘅油飯嘅概念嘅。哦，啊是差唔多咧，你調罐到了漸漸的焦焦的時候。而且不要我忘記，我們還有很厲害的五味醬。係啊，你五味醬用到哪？誒，你啊。出菜人要燜啲啊，個格嘅你。哦，好來，搞不你了哈，搞不你了哈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安澎湃哦，來，我知道你需要我幫。哇！開火最大火，好不好？你有看到火嗎？有嗎？心裡一把火，他的熱情像一把火。哦，你這煮熟未冰啲袂煮咧？有啊，等下我在最後面我裝冰。哇，發了開火嗎？有，因為佢條線灌體的。全部啊！哎呦，煮席要嘞。我爸基本上可以倒一點米酒醬油進去洗啊。真的。整罐哦，尬落去哈，我覺得就120分了。對。整個主食來搭配個清粥起，還有水啊。一滴的啦。然後講個胡椒粉。你要一罐哦，至少要用半罐哦。係啦。點解你只先到半罐？你喜歡吃胡椒粉嗎？冇啦，OK 還好。好，來全罐。椒鹽版的。水靈姐給你冇來唔是？我有放了呢。可以，我有。能再增加一點。顏色還要。順又鹹誒。哦，你有試看了嗎？好嗎？可以試試了。哎，昨天哎，你有加嗎？會嗎？你有加嗎？加解水咧。會嗎？哦，下面一直挑走。基本上我是用個人喜好在講，應該是差唔多好嘞呢。好，來倒酸了哈。天朝馬上來倒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啊！體育館內部卡米西卡站掉嘍。好，利用吹呢各個發表的創意。風吹雞，我先跟大家講哦，這個很厲害，是我們的這個五味醬，大家 Q 下來吃吃看好嗎？哦，我覺得鴨賞我們選的食材沒厲害，鴨手呢特別的搶這味道超棒。喺某一塊鴨手但係是不是卡下？兩張掉，然後比較重哦，等下我熱天會學起來。因為我今天係直接擺喺度用齋做嘅，係五味醬。但像換米腸啊、換豆腐乾啊、還有換海參，記得就全部都好選。李姐，你覺得呢？很好。你怎麼那麼會弄鴨賞料理？好輕鬆哈。你平常都會做什麼鴨賞料理嘞？用涼拌的。涼拌的卡豆。對，涼拌比較多。配酒是不是也很好？你這有講凍好食咯？凍好食哈，你講凍好食，凍好食。做嚟凍好啊，披水呀，披水凍醬啊。可以的都家家都將我留給是香香的。不，天底下的美食還是誰的最好吃？老婆的最好吃。有回答正確，上來選。河粉因為記得我剛才就講哦，用係早餐店嗰種，所以較 Q。結果食落去很有脆筍啊，跟竹筍乾啊，脆脆甜甜，然後很 QQ 誒，口感嘛豐富度層次非常的多。那我覺得靈魂是那一罐筍乾。那剛剛想講貴個樓下一位聽到，其實還好誒。自動用版嘞，吃到講河粉最用安尼做吼，還蠻特別的。一片啊，你如果有種跟那個筍乾的罐頭吼，沖下就好誒吼，有提味的作用。一罐就可以，我也沒走對啦，崩壞麵，全部搭起來就絕配。跟你們兩個一樣。啊，真的啊。風吹係用鴨賞，冷吹一片係用脯肉，都在師傅下中間那一片咧，稍稍來看哦。今早六都在師傅嘅上八片用版呢，小戴師傅唱本書。
蓝队得到1分。再来看一下7师傅全部分数，蓝队2分。为什么我们的鸭肠明明按后生，你们2个的良心呢？坦来讲嘛，坦来讲呀。蓝腿鸭片因为该4样东西搭配得很好，虽然是整罐倒下去，结巴了哈，结巴了哈。没有，因为它整罐倒下去，其实还有降度啦。因为像讲的降中虾嘛用办，不过梅头动好啊鸭片。我们哪里错了？4样东西有2样是那个没有。就跟你说那个灵魂酱。酱好吃，对呀，拌在一起就好吃，导播都觉得选我们。对啊，唔怕咧谈看一下 P 师傅嘅上。你讲，红的其实冻打爽的，冻可惜佢手到个食材冻好，俺拍到俺本来控伊手到了西红的东西，冻符合个宜兰在地的东西，俺期望很高。俺个实际上有办法，一当时来讲，应该头不够先煎过煸过，记得头没行不更上一层楼。还有一条是从俺都要自家做的时间，创意料理时间，因为主要想俺大肠包小肠，全部炒好切开来爆东西。一口咬下去，全部梅头是综合全部地位，有梅头。对，难得其实俺本来想讲，俺用到底有办炒了，所以结合到该客家竹笋地位，其竹笋是都有最后韵味不就有出一汤东西蒜甜，迄样都蒜甜的梅头，其全部的东西都是炒过，以后本去煮到该河粉嘅梅头，全部都煮到。所以应该选蓝队。好啦，唔怕，要踢馆听听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今天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变动哈嘎巴。好啦，睇次間你先休息一下，馬上就可以下。今日小戴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留睇次間分享咧。師傅出台菜。好，小戴師傅呢，今日又帶來乜嘅好味，我嚟睇次間分享咧。小炒風味。飯團，哦！來你啊，客家小炒，大家的食材大概要圈地。油乾，它這是三青肉、豆腐乾，你自己不會講。昆菜、辣椒，葱啊，唔係葱，蒜苗，還有倆橄欖葉。推湯，唔係啦。魷魚水啦，浸啲魷魚水，加浸結球，半英院之後咧，還有啲蠔油、老抽，搞個香油，裡面做的是做飯團。所以呢，全部是切丁，然後爆，莫一絲莫爆，咁樣就出來。那兩個地都會飯好特別哦。該藜麥，然後就脆口咧哦。是啊，藜麥飯。係咪燕麥嘅你概念？類似，燕麥，燕麥。按你切三青肉，按用切一檔。好，那你啊，豬肉先下去，加香。乾煸嗎？好，你啊，蒜苗。有問題要問哦。有冇問題就得問哦。好，還創意料理。客家炒牛大家學過哈？吃過。云玉姐有吃過客家小炒嗎？有哈。那建祥哥呢？有吃過玉秀姐做過嘅客家炒牛嗎？他做的。有。所以你要會煸到出油出來，切架會出油啊！那小戴師傅用個案例去想講，最近如何係客家炒牛比賽，要準備倆套菜咯。係啊，那要學生會比啊。哇！唔過，嗱喺講木牌木嘅啊，木嘅嗱唔係不粘鍋啊。啊，即隻用咩做得係冇？沒做得從你啲冇看那係鐵鍋油啊，鐵鍋跟中華鍋油啊，你有稍微就油。干爆跟烧时间倒一些油下去，放去潤鍋，潤鍋後來讓個油點下嚟，佢含會粘鍋。個效果嘅油做得很做得用。做得啦。那你們加工了以後，還會第一鴉片是客家炒牛嗎？應該講邊度我哋會拿手菜。紅隊光是工欲善其事的部分先講一半呢，你稍稍看一下。來的。來看。你係乜嘅避免武器咧？干貝小米蒸，這樣不打粥哎。我發現你有把這個價錢的部分用音量大小來呈現。干貝小米蒸。差不多出油咧哈，豆腐乾下去。
又抢个那个你讲你做人工的豆瓣面呐。哎，好，来调味料，好，我先嘛个老抽线够，全部下去。睇下啲老抽係乜嘅嘛？誒，冇乜解。唔知啊。沒有調味的醬油。老抽係乜嘅？佢頭會上色啊，像我們一般的大家煮控肉的時間，鮮蝦醬，鮮蝦醬。應該是問說成分是什麼？調油啊。不過好買吧？豆類，全用買得到。買到啊，買得到。蠔油、老抽，一點點調油。其實都係同樣嘅東西啊，只是它的加工手法不太一樣。一點點米酒。哎，然後給它魷魚水下去。哇！等下凍重要哦，客家小炒以後會撈一點魷魚水。哦。喺梅頭下香。來，等下。圈材撈神喵。哎，除了就紅藜麥，肯定不會還有一隻黑黑的。哎，等下係綜合藜麥。像你說大概一半，啊，另外一半叫牛鞭炮落去壓飯團。哦。啊，壓完飯團佢還有煎，係嗎？哎。哦，還個剪鈎哦。中嘅中式漢堡嘅。中式漢堡，日式漢堡。對對對對。三角飯團，三角飯團，御飯團。甜味用下去。用嘅唔是白豆嗎？紅棗炒叫做烙鐵。哦。你群英包嘅盤團嘅時節咯，用係冷嘅盤，佢面唔是電機冷嗬。從冷嘅冇黏，哦，黏度唔啦。胡椒粉，哇，哦，客家嘢呢嗬。來甜味灌火，加香油一點點下去。哦，灌火長加香油哦。好，你首先爆，來爆一張，我等下填示範一下哈。示範哈。啲味道重。比較恐，對，比較恐。看小戴師傅這樣一定是一個好爸爸。好阿公啦。好阿公。我沒有辦法接話。我記做了頭車真緊用，客家炒肉我算係客家人的共同記憶。我盤團哦，可能冇人做過。可是像雪玲姐，你就會用客家炒肉弄飯嘛？對對對，肉粽啊。對，然後我之前有吃過玉涵姐做的客家小炒炒飯。哦，但是飯團係踢白炒落去啊用，有下吼，凍重要，佮切辣椒時啊，會生鏽，咁啲命不住，你要添下去，哦，我的眼睛好辣，啊，真的，他是真的辣到，他不是做效果了。哦，啥下都有做嘛該喏，啥都要給燒鍋煎一下，好，一點點煎，有一點菇巴這樣子，水火下一變熟嘞。漂亮！我們跑走的。這個該不會待會一個人有一個吧？不可能呢。我覺得可以加那個梅子的那個鹽。像日本那種。那個一條的，對。啊，對對對，上次好像是徐師傅。昆布鹽啊，昆布鹽沒錯。不是梅子的。梅子，我說，烏馬燒肉都有附的那個。對對對對。梅子口味的。梅子口味沒有啊，鹽巴沒有。吃點安煎了哈，哎，煎得好漂亮哦！像便利商店嗰種，對，東岸就好推啊。哎，我覺得啊，其實小戴師傅，他呢心思很細膩，他的手很巧。cái飯團咧少少做一包嘅，用冷包唔怕。全做啲啦，佢少少包卡。對，你咪做得弄個醋飯，日式的醋飯，跟飯稍稍給它攪崩一辣，其實有粘性的。粘性再去壓美做的醋飯，醋飯是我們買個壽司醋，沒錯的，好，好，來小炒風味飯團，安永出後勢咯。好，師傅呢度用心哦來做一個小炒飯團，對不對？好，睇下叫我來試試看啊！滿滿的元氣感。家己煮嘅客家炒肉呢，咩炒到凍一米啊，非常好吃哦。我親口嘅你烤，什麼？啲藜麥所嘅煸出來嘅吼，那種爆炸的味，那個聲音係。地杯客家炒肉吼，來跟它熟一場發現哦，它真的是靈魂。它讓整個盤團哦跟梅頭非常的完整，完全冇空用。
那是自创的客家小炒的特色。客家炒面炒到该有梅头全部有一层出来，还有加着该三角饭团。你当场时候，佮有耍一点小心机啊，有建果本地上街，那就是讲韩国的石锅拌饭，是都有一个米香味走出来，当好食。咱摆睇下要做来吃看哦。结叫客家炒肉呢，棒拌饭是系最茶饭的嘛，然后佢包装饭团，生意呢会当中意。不过头前呢，蓝队得了2分吼。嘿，冇错。OK， 红队你要加油咯，兵都进来好嘛？好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一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心咯！最杯米一館嘅風吹要加油誒，就可以喺帶來嘅秘密武器又係乜嘅？芋頭絲，乜人做嘅？阿嫂做嘅，那可以來。蠻有成年了吼，條節目差唔多有3年，3年以上嘅時間呢。但是吼，宜蘭嘅芋頭絲就會有老酒，有咩老酒，較冰嘅啲，很冰嘅啲，又較香啊呢，超冇。唔會按鹹，唔會按鹹。今日哪一個姐姐做嘅芋頭絲，我拿來做嘅料理，菜名都乜解？紅穩青糯。哈？乜嘅意思啊？紅穩青糯。穩是穩仔魚係冇？穩仔魚。色咧5步誒，各位。嘿，香色的跟那糯米椒。糯米椒。這道菜絕對市面上不曾重複過。紅穩青糯。好啦，最杯米一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必須加油！你看起來攬出嚟一片啊，有動力去咧。你係乜嘅秘密武器咧？有個干貝小魚乾醬，不打做誒。我發現你有把這個價錢的部分用音量大小來呈現。干貝小魚乾。用板粥哦。先用油倒個樣嘅小魚乾去鍋，煸鍋。煸鍋之後再用干貝向下一煸，然後之後就改些的秘密私人武器下去。哦，這樣子。所以這一個今日有拿來哦，因為做啲直接食，或者飯盤飯麵，基本上拿嚟算係下配角嘅食材，同埋料理材料按到。私房金沙苦瓜。哇！放金沙又放苦瓜。係啊。好，有田香阿哥倒嚟一片，完全冇問題哈。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快事嘍！我跟你們說，紅隊其實非常會料理了。剛剛兩位師傅哦，對於我們紅隊的獎品，我基本上是不服氣的。最每一罐記得盡可拿出去貴勝嘅那種壓箱寶。而且剛剛都是做料理，跟他憑良心，你們應該看得出來，我們比較會做吧？紅隊光是工欲善其事的部分，先將一半呢，你稍稍看一下。來的。來看。哦，大東西耶！怎麼可以吧？你允許師傅咧？係啊，來推嘛個。佢怎麼用不帶下嘅啊？微波爐。因為我較少用明火，講食菜你還慢慢的較養生誒。古時候我就用青椒，用微波鎖住它的養分。等下青椒微波就做食咧。微波後等下等佢做料理啊。青椒點啊？說獨啲過呀。糯米椒。我聽人家說，該糯米這個椒鵝啊，微波之後該好過就都搶那個叫什麼？氣炸鍋。幾時會變樣呢？因為一般人我切來用炒嘅，錯冇？沒有像幾個青椒、紅椒，因為幾用火烤嘅，烤嘅時幾有個批白鐵。因為按度後嘅嘛，青椒後面它上面有一層薄膜嘛，所以保護嘛。養分處我們用微波液哈流失掉，對，用按的概念。你看，這就是洪文本人了。洪文，對，他就是從日本來這邊產卵嘛，吼。所以講呀，要比一般的燜的較太綿一些些咧。其實宜蘭人真會食，因為哪有沙西米，其實抽絲啊，它是可以預防血栓。然後，來整罐送我。我們今天代表大吉村啊。這個叫做全村的榮耀，全村的希望。
沙西米，所以你还没做咧其他食咯。非常美味，嘅沙西米吼，食起來唔會熟嘅黑鮪魚，你講黑鮪魚。哦，黑鮪魚，它的口感哦就入口即化，而且 QQ 的。好，所以你你們看一下，你們繼續打追顧哈，因為玉姐已經在做這個蒜雕的部分了。哦，蒜雕。所以你要有用煮誒，還用水煮。變成因為該水冇浸到啊，水桶燒有啊，水桶燒。所以變過來差唔多3分鐘是做得的。哦，過咗幾年，過各位咧，水火的，對，所以它就會差不多3、4分鐘。剛好啊，就變到又成長。應該千年葉泡水到1點鐘，嘛不很遠。好，蒙掉甜甜的做好，喺啲狂雞片咯哈。所以講你下邊鹽行做得冇？做得，狂一掉，好，鹽。狂一掉。哇！今日做金沙福掛哦。對啊，因為福掛很適合種誒。那為什麼我們建祥哥的手上會有小抄啊？哎，對啊，因為建種啊，然後佢有建種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嗎？你做了本講啊。鏡頭看你好嗎？你也展示一下。特鐵特製鐵汁啊，鐵汁干貝醬啊，脂肪金沙福掛哦，菜名的部分。哎，嘿，優秀記嘿公務人員嗎？陳總係當公務員。哦，退休嘛？也係現役嘅陳總。2天的呀，2寸的係嗎？這是海岸恰恰村，大吉村。沒，五節鄉。那你覺得村政服你呢？我們今天代表大吉村啊。這個叫做全村的榮耀，全村的希望。啊，等一下，人家福掛我先要去鋪一下嘛。哦，冇人來用乾煎的，對呀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差不多幾樣嘢幫你炒。這苦瓜自己種的哦。這樣苦啊。我想它不要那麼苦又啊，它也可以變囊啦。對啊，對。像我們這種吃苦的人就可以吃這個啦。但它甘願，對，它甘願它食苦，我它肯看啦。所以該弄唔死去啦。係啦。因為有人就喜歡有再加那個囊比較好食啦。冇苦冇鹹。冇空用啊。冇，怎麼會叫做福掛呢？係啊，20苦啦哈。建祥哥，你做村長做多久了？現在第2任。第2任哦，也是4年，然後對，一任4年。我以為他說從小就開始做。冇啦。對啊，他以前教書啊。教書也是老師啊。你們都剛剛退休。前面就有講啊。有。以前是教什麼的？統統要教，在國小。哇，還是主任。大哥，你也主任了，育人年啊。好啦，哎，你大哥都上來了哈。哎，怎麼加大火了？這樣可能口內藏不到。關火了吧？動一下，動一下嘛。讓他烤好嗎？好做的。因為它還會餘溫再回熱。是不是要關火？差不多。關火嗎？關火烚年少。哎，我做吃困難嗎？你嘅頭是凍太髒呢。而且唔會辣，冇清鹹，唔會死鹹。我要跟師傅講一下，我們剛才有講過，按鈕做一發，為的是要讓它過渡料理。你們不要等下說秘密武器又沒有超凶哈哦，不要改人家菜色。你啦，冇錯，你啦。而且記得要用處理5步的風雪啦，它做啲保留嘅水分，水重又係嚴重。對，但係佢哋就講，我希望講4年嘅每次你啊太陽夾起來食。啊，透絲那個其實透絲啊，它是可以預防血栓。然後，對，整罐送我。啊，你那裡啊，對，你也跟糯米椒做埋東西。我點解哦，就用雞肉鋪多帶下，啊，當嚟糯米椒免當料，用免當鋪熟。哦，層堆疊啦。對，就像你帶愛心便當的那個做法。姐姐，我們等下要不要沾一點這個醬在雞肉上？不是。這次要不要借你？它有米哦，你要變雞絲嗎？要嗎？當然愛，當然愛。雞絲可以用刮的哦，刮的就好了。咩？我做飯冇用用。你要密紋再用貼。因為哦，你喺我講嘅就講哦。你有可以送嗎？可能啊。有。哦。冇，那不前面前幾來。唔過嘛，那種咩網油青。阿該變下幾米下。我家下小個安豆，你的脆沒有怎麼改啊？對啊。係啊，佢點解我食嘢嗬？做你下好生意，因為唔點哦，
都一点眼睛睛的哦，就会想要跟他们要比嘛，要比。熟的呀，要熟啊。好商业的潮流啊。哦。你还气泡饮，还有配气泡饮哦。没错。所以你有带机器来啊？有。哇。电台不？哎，真的哎。而且今咪带了给墙膜哈，贴膜哈，给今年给墙面今天上周哎，这么有心，你们刚才不给我们票，我真的觉得荒唐。太夸张了，是谁没给？马上啊，阿斌师傅呀。看人要看心呐。对啦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差不多哎哈。你要注意哦，不熟了哦。会够熟哦。大火吗？我不要太大。哦，不用太大。少加我就扣分了。唔会，你等下还去2分呢。这个咸蛋哦，应该不是金沙。参加比赛有烧焦就扣分。你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吗？哎，有啊。哦，你浮挂是安尼绕船条面的啊。嘿。讲最近的比赛去参加花莲的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？刚才你讲完句诶？对啊。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啊，不就呀？当各位呀，在礼拜6也比赛呀。对。还在等成绩哈。他当天就出来了。那个佳作跟冠军跟亚军。对。佳作1万嘛哈。1万块。那你们志在参加1万冠军，那共30场还没都排到前面了。哦，名列前茅了。名列前茅了。这个都有人上人嘛，我们不能说我们最棒嘛。对啦，但是去那边学习呀。当然啦，花莲也有很多上人。对啊，上人都在花莲。好了，那你来兜酸了。现场嘛，收了兜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吃看下最杯米馆内部卡卡站到嘞。好了，也系最杯米馆的，请抢太去甲一条好好吃吃看下你风趣的料理啦吼。来，向下来品尝看呐。先来干杯吧！哎，抽，先干杯！好来，祝福红队顺利得奖啊！今天好啦，哎，得将个干面先使用一下啊！哇，开胃！加五条丝哦，真认同上颜色，觉得五条丝有冇？加一丝的会动下，人家唔会合，唔会，好，难怪你都那么健康。系啊，锻炼之后低料理方式，对不对？对，低脂的料理方式。如果你有庆东西而减肥吼，其实唔会用减到全超过，因为养分一定要在最少。胸部牛本身是所有牛地维度吼，它的油脂啊系最少，卵泡质系最高。没错。然后布而尤其哦，它是海中生物里面，因为它含水渣，所以它的钙质也很丰富。太好吃的都讲不出来啊。好，我查过咧，我先看一下蓝翠的片宜兰铁鸡盖、苦瓜、金沙，还有干贝酱。大家听讲，虽然俺经济不是富哦，但是它店都是都系含卵的香梅，它就该部应该还就讲自己特制的那个酱。要不管还宜兰是个种的呀。给村庄妇女呀，给有冇讲有主张啊，做得去买的呢。浓红色的，很鲜，而且料又很大。鱼卷车娘版嘞，好吃。你自己有做那个干贝酱吗？也有做，对，也有做。因为呢，都宜兰的乡亲朋友哦，青岛讲讲生母都会散，对不对？最多新鲜的海产这样子。有没有评审？高抬贵手，开始拉票了。不用什么高抬啊，这是红队的台词。我等下师傅应用版来上来，夹夹的看哦。最杯米馆的哦，讲真人风吹动用心料理啦吼，南水美供用，上好的吗？小戴师傅抢本书。安赞。高抬贵手啊！好了，手上来看一下七师傅全部复数。Where is 贵手？哦，咱本俩风腿，该几个该先下太美，唔会按照，是都很有一点口感。该还有该调丝，下太杂，不过
唔会冻咸，好炒鱼肉还有一点回甘的感觉。错错，真紧。啊，嗲个全村的希望拍摄，因为你有个小鱼干酱又咸嘞，啊你咸软没有咸嘞，啊你提味又加一点调油，一点调咸啦。莫该苦瓜用冻我是水分冻多。哦，万七师傅的公平。哦，其实难对真紧冻可惜一点是来讲哦，像个苦瓜，其实咪做得正统过。啊。本佢该全部的该食材我均匀熟，你该 SO 酱做了冻哦，可是没有发挥出它的真正的味道出来，嘿，差到哪啦？一点是本佢爆过，本佢爆过，然后加咸浓落去，你的顺序唔错嘞。颠倒过来是错的，是正常的。其实这一道嘛算是个创意料理啊。其实跟鸡胸肉完全都摸眉头。最主要是跟红纹，一定要配那鸡胸肉孔下线。好，孔下线跟眉头全部都有。好，还有这样子跟糯米椒，那么提100种微波炉不给把它的那个膜把它弄掉，还是到不会咯咯的动火线。是吗？好咯，两嘴呢都表现到10分的好，村庄妇人嘅真嘅人嘅干贝酱啊吼，做得拿去卖嘅啦，全村的希望哦。好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恭喜恭喜！恭喜两嘴，今天的比赛太紧张了吧？前波2分，后波2分呐，等于是可以。反败为平手，冇想到。凤翠老两村呢都会得到2分，2组都是第1名哦。现在恭喜凤翠得到1000元的咖啡机，恭喜恭喜！他太开心了。哎呀，好，那看起来咱们这一片哈，虽然哈后波2分冇得到，但是我们赢得全村的希望。对，好，恭喜恭喜！大票们再发票。来，现在我们看到修炼体另一拜来参加哦。那可能呢对这个健康养生10分的坚持有概念。那大家分享一下了解几个参加的心得好吗？那知道讲，尤其啊，你有一行轻食的路线的人吼，注重你的营养，啊难得有你机会本来表现吼，啊本大家讲，其实你有一点年纪的要做的创意，啊是更加好的喂。好，恭喜哦！于姐，这一次来参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？谢谢这个单位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很好玩。他100要过来哦，叫你亲戚领啥叫下来好吗？好，做得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再过来问一下村长夫人哦，今天真劲厉害啊！那好手艺、好手艺啊，大家是动包别别那样。因为懂分析人也是太高，然后也是用到太厨师。然後進步當多，希望我嘅廚藝越來越進步。感謝感謝。哦，恭喜恭喜！感謝。好，建祥哥，今天讓人家不用窮下來哦，跟村長夫人一起來，有什麼感想？非常感謝今天這樣的一個機會。我們大師傅那個料理手藝真的是與眾不同，非常謝謝今天這個機會。我這個世界上最漂亮的老婆哈。这句就够了。管海枯石爛一樣，永遠愛着你。抱一下。對。今日正當歡喜哦，來到你來呀，特別正經簽到，行卡開派嘅味道。係啊，所以你看啊，昨天看硬好嘅海劍，喺強下來主菜，喺小馬嘅，日日都報名參加比賽啦。嘿，全台灣各地還有哪特別一家自助蠻許多嘅地方呢？日日留你來講，你就會許多幾特別嘅電影咯。一家自助，你下禮拜再見。上來啦！恭喜！按姿勢上來了，哇，抱起來了！大家都抱一抱，跟爹抱一下。